下面就是说讲那个菩萨道啊，就是菩萨道的话呢，就发菩提心。首先，为成空不轮回中获得永乐之佛国，当复利他之众人舍弃爱子如度时。那么我们为了就是沉溺在就是极其恐怖尤为痛苦的这样的这个入到这个三界的轮回当中的这些众生啊，让他们呢就暂时获得了这个世间的各种这个快乐啊，就世间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吃的、有穿的城市里面的人说是有养老保险、有医疗保险，有什么那个就是有钱呐，就是。大多数都是认为是钱就是快乐的这个来源呐，就是然后有一些这个财富啊等等等，就是暂时呢，就是每个众生自己有需求的一些目标，就是让他们每个众生都获得这样的这个快乐。那么究竟呢，就是让他们得到这个菩萨的果位、罗汉的果位，然后这个圆满正等觉如来的这个果位，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这个发心，然后我们为了这些众生要获得这样的果位，要安置于这样的这种安乐家园呢，一定要就是担负起就是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重任啊，每个众生都是有非常这个重大的这种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完全的要尽量的这个舍弃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啊，因为自私自利的心呢，如毒药一样的，什么时候你去应用呢，就是马上会这个呈现它的果啊，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所以说呢，就是入心论里面也是说了，就是为之而害他，将属地狱苦啊，就为了自己而害其他众生的话呢，会这个感受无量无边的这个地狱痛苦。所以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也好，团体里面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极其可怕的。每一个修行人呢，平时都一定要这个思维利益众生呢，就是最可贵的。以前拉鲁扎瓦在那个一个寂静的地方闭关，就是他终身的想闭关，但后来他的本尊呢，就是告诉他，就是你在这个千百万劫当中呢，就是仅仅的修行闭关呢，仅仅这个修本尊呢，不如就是到这个世间里面去，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这个一刹那的这个功德啊，就远远的超过前者。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利他的这个心呢，就是帮别人做一点点的这种这个活啊，做一点点的这个事情的功德呢，就是确确实实是远远的这个超过了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个心的漫长岁月当中的一些这个苦修啊。所以呢，就是一切利乐的来源呢，应该说是利益众生的这一颗心。所有世间乐悉从他利，悉从他利生，是吧？入心论里面有一句。所有的事件当中的一切这个快乐，出事件当中的一切这个快乐的话呢，全部都是利益他众的这种如意宝那样的这个菩提心里面就是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有一种这个利他的心呢，就是始终都不能离开，否则的话呢，刚才我们讲非常好的这个大圆满了。如果你没有利他心，没有菩提心的话呢，华智仁波切讲了，就是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这个前提的修持大圆满的话呢，也许是变成这个小乘的这个果，也许呢变成这个外道的果，所以呢不一定成为这个密法。因此现在实际上人们呢，就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发心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搞懂。现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已经说了那么多啊，多了以后的话呢，我也就是感觉啊，就非常欣慰的呢，就在外面就经常碰到的时候，很多人说啊，你加持我啊，就是我早日那个在思想序当中升起无为的菩提心。有些人呢可能是真的这样想的，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让我高兴，就是就故意就是这样想。你加持我看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好好的看看他的眼睛，但有时候也看不出来，就因为有些人真的，我想是不是所有的人会不会这样呢？就如果是真的心里面这样想的话，那是非常这个需要。以前经常出去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经常就遇到了啊，上师你加持我啊，一定要我的相续当中要升起这个就是降服他人的这种力量，就是然后有些人说你一定要去加持我，就是发大财赚大钱做大事，就在这个
发心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说我一定要就是开3个眼，就是这个左眼呢看世间法，右眼呢就是看这处世间法，然后中间的眼呢就是我要就是看我的有些朋友呢就是做坏事的时候经常要看得到他。反正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这些都不究竟的。唯一的究竟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就是产生一颗利他的心，就是这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珍贵。希望呢，就是我们这里啊，道友们呢也应该像法王如意宝就已经讲了，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如毒药一样的。我都经常这样想过，这个比喻讲的真的很好的。无论是在任何场合当中呢，自私自利强的人的话，那就始终都会这个失败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这种争论也好，痛苦也好，互相的这个争吵啊，就是全部都是自利性上面就是开始这个进行发生的。就是所以如果自私自利的心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成了这个菩萨的。但是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呢，就是要这个努力，就是要努力。所以自己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别人说什么都不要紧的就是一定要自己有一口气，有一点能力的话呢，就要就是利他的事情要去做。别人知道也可以，别人不知道也可以。有些事情的话呢，我是这样想的，终生当中都根本不会知道的。就是我们就是做利益有情的事情的话呢，诸菩萨用天眼应该知道，金刚上师应该知道。但除了这个以外，我的这种付出的话呢，永远都是没有人就是评价，也没有人就是给你发奖的。但是呢，这种因果呢，就是不会这个虚耗的。所以不要就是别人知道的时候呢，我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像现在世间的一些模范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拼命在别人面前就是做一个示范动作，就是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就是默默无闻的，就是为众生就是做一些就是事情，就发一点就是善心，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心的目的。下面讲这个生理道格当中呢，第一部分就是全学密法已经讲完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全法菩提心这个呢分2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发心的这个理由和发心的功德。发心的理由已经讲完了，就是下面是发心的功德。以此可除恶趣门，也可获得三趣乐，取之究竟解脱地，切莫善乱修此谣。那么上述所讲的这个发这个无上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它的这个功德呢，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这个学解论就是入菩萨行论以及这个大乘的有关经典里面呢，都讲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细致。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多繁述。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从几个方面来，就是体现出菩提心的这个功德。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就是升起了这个无为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那么从此之后因为呢，就是它的这个相续里面的就是这些罪恶呢，就是全部就是遣除，一切这个善根和功德呢，就是越来越增长。这样一来呢，就是他把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已经这个注射了这个恶趣就是地狱恶鬼旁生的这个恶趣的门呢，就是已经就是挡住了。就是菩提心入芥末或刹那轮回诸重罪就是菩提心呢，就是就像是这个就是芥末火一样的，一刹那间，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当时就顿时呢重大的一些这个造物见罪或者说就是办法当就是特别难以清净的这些罪业呢，就是清净。如果罪业清净的话，那他也不可能堕入恶趣。上师如意宝以前的一个教言当中也说了，具有菩提心的人，那就不会堕入恶趣。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应该就是临死之前呢，就是全力以赴，想尽一切办法，自相续当中升起这个菩提心。一旦升起来了以后呢，就是不要就是使它这个毁坏，这样以后呢，你都这个不会堕落就这是这个第一个这个功德。然后第二个功德呢，就是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因为
他的这个三根和一些这个功德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增长。这样一来呢，就你死了以后呢，就是不但不堕去，而且呢，就暂时就是转生到这个殊胜的天界当中，或者呢，就是具有福报的这个人间的贵族之家就是享受呢，就是三趣的一切这种快乐。这是这个暂时的一种这个快乐就是因为一切众生的这种安乐，就是其实依靠菩提心而得到的。就是平时我们这个吉天菩萨也是讲的，就是说珍贵菩提心众生安乐因就是珍贵的菩提心呢，就是所有众生获得安乐的这种因。那么这是暂时的一种这个功德，最究竟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将来呢，就是这个悟道实地圆满，最后就是获得这个圆满，就是真正觉的果位，就是就所有的这个这种三恶趣也好，这个轮回的这种烦恼障碍呢，就是全部就是前除，已经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就所以说，真的是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对众生来讲呢，的确也是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的就佛曰多劫生死为坚持觉心，坚持觉心最饶也。无量众生亦曰此，顺理轮祸最深乐吧。所以，这个就佛陀呢，就是在多生累劫当中，就是一直视为就是所有的众生最有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吃的好，还是有穿的好，或者是他们的身心健康好。凡是佛陀通过这个就是超越我们世间的这种无碍的智慧来再三的观察的时候呢，最终呢就是发现呢，就是菩提心呢，就是最众生最有利的就像现在的一些发明家，就是通过就很长时间的这个潜心研究以后，就是发明出一个就是这种这个东西就是最后就是觉得是对人类有利就是佛陀呢，就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就发现就是菩提心是对众生最有利的就所以呢，依靠菩提心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就是获得这个无上殊胜的佛的这种真等觉的果位。因此，法王在这里呢，就是说是切莫散乱。我们在这个修习菩提道的过程当中呢，千万就是不要这个让自己的心思呢，就是被就是世间的各种世间八法，或者是世间的一些外面的这种迷惑呢，就是以及这个迷失方向，就是千万不要这样的，一定要就是认真的修习呢，就是这个菩提心的要点就是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秘诀，或者是它的这个秘药的话呢，在我们这个一切修行当中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也是非常这个可贵的就是一种修法。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听过这个入心论的人呢，就是应该说是对菩提心是有所这个认识就这一点我本人来讲也是的确就是心里面就是很高兴的。现在不管是到哪个城市的话呢，大家都觉得是这个菩提心呢还是很重要就有些人因为自己的这个烦恼工作各方面的原因，就是还没有这个修得很好。有些人呢，还是修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人生很短暂，就是希望呢，就是不要就是先就是对一个大法就开始这个高攀，就是应该呢，就是自相续当中的基本的这些这个加行的修法就是圆满。同时呢，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呢，每天都要这个观，每时每刻都要去想。这样以后呢，就是自己对这个今生来世的，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就这一生呢讲的是第二个，就是这个讲这个菩提心就包含菩提心。